不思时，鱼头鱼头一枝花。啥人侪分享着，每本会得十样套人欢喜。嘴里向别个侪是一撮，不单单是搿一间房间里，加班房间里向全部辣浪拍手。动地赚之不少。我晓得电视机门前有观众朋友希望美宝再赚得多点，还有啥三个像港台明星人啊多赚点，最海他们送你进医院啊，留下来到上海买房子了啥的。是啊，稍微有点夸张，但是终归美宝居然一出唱完，把人家十样欢喜，开心，乐乐也开心，分做大哥各种那个生意啊。那么呢，搿间房间里退出来嘛，再来个我乐乐，结果讲头浪向一过嘛，一来个走啊，当啷当啷啷，我跟侬讲，侬迭个歌房是头有道理。哎呀，搿个唱实在灵光呀！灵光讲，伊搿个一唱啊，外头侪听见了，恁侪盯着我啊！侪听见了，我盯牢我顶好啊！顶好。顶好啊！哎，侬刚刚迭个3号对不啦？哎，现在不得了了，那我再当侬记下来了。那3号要起来跳歌，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加台开是叫暂停下来。大家来哦！哦哟，我来了，激动卡我，啥体？平常辰光做零调生意，今朝做起批发生意，你想我乐乐，你哪个不要卡我？笑。那么乐乐现场开始，从1号开始唱，哇！应该是搿个饭店啊，相当大，一高就唱下来不算数，客人第二桌啊。搿个饭店里向搿个名堂叫翻台面，第一句哇，唱光还要唱到啥个辰光？夜里向10点钟开歌，乐先生开心啊，赞同的精神啊会得特别好，精神抖擻，美姑娘。大伯，我当来讲，该当来厨房不等我辣浪向一堂茶壶菜个大三元，现在辰光3个月刚刚开始。你到闺蜜去啊？大伯，哎，那我和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讲，哎，我偷偷出来卖唱的事儿，我爸爸不能知道的，他会伤心，他会痛苦，他会难过的。所以我想这样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，好吗？哎呀，搿个3姑娘真的懂事体，我也侬勿搭理比啊，我也分享着。对啊。崔海棠实讲有名气个角儿，侬辣外头卖唱摊台啊，李达已经想了，我分享着。对，应该追去，追吧，是厨房不走，追等一下，那没办，那么就懂事体喏，这随身带里向，侬刚刚赚啥个铜钿牌，挖出来，大洋木啊，1分2。大伯，来，这个给你，怎么啦？小姑娘，你搿啥个名堂讲？什么？不是你给他规矩啊！事实讲呢，你赚得来个铜钿归你，我赚个铜钿归我。你是不晓得啊？侬今朝1、3分唱，我光捞近我谈谈你，你晓得几乎已经15只羊了，老里向。大伯，您听我说，别当说。你们什么规矩不规矩？其实我真的都不懂，可我就知道一件事儿。嘉哥，要不是您带我出来。我是一个子儿都赚不到的，大伯您别客气，我心里不好过的。来收下，大伯，拿嘛！哎呦，大伯难看的呀，收下。小姑娘真懂事体啊！分努力个徒弟就听搿句闲话，你已经恶心。不是你老先生带我出来。哪会得赚搿点铜钿呢？乃是我恩公，我当然会向你只为感恩之心，小姑娘。那么再说呢，搿老先生我也是别点生气，也是今朝铜钿稍微赚着点，哪经得起那小姑娘浪该搭说了说。反正老先生经不起那说，随便啥人搿个物事说浪总归
是啊，大伯可别这么说。这个富贵，哎呀，没有，谢谢您，大伯。小内，老先生开心，这个铜钿网针袋袋里放进去嘛。哎呀，这个袋袋拿滴过去来，想去过年了，袋袋是讲我心生气啊！惠州采访随郎13号送我嘎嘎上过了江水一带美姑娘，当然问这位啊，再见，这位。每班回到房间里向是靠我的嘞，亲戚不允许搞山上12点铜钿，让我来点点看，夫家有句话，啪，袋袋里向挖出来嘛，5块，又是一个5块。你是不晓得隔壁头个老先生2老人点铜钿啊，还有个老老点铜钿，随时有一个缺点，上来那个大嘴巴头要老老盖的要背要胖一胖，看一看个5块，哪能得3花就上个花7去？可有个每班点下来句话，不得了。今朝买一买厂252块，发上笔大财呀！哎呀，有这个点铜钿嘛，还拿药送到医院里去看慢病。哎呀，哪单是样子慢慢去看，12斤铜钿的嘞。要回转来翻起女性翻门噶，这个铜钿落得来个。哎哟，不来，发下一几岁全部拿出来个，一慢慢进来。那么哪呢？现在搿52块嘛，申报比抗一抗黑，还有200块呢，我要寻个地方包一包。对，包了罗的。现在带箱子跟随，把箱子打开，铜钿网针里向一包，哎哟，眼睛拿出来，少天嘛，哎呀，箱子我也开嘛，药也开个药，非不里看见个，不妥当，看个地方。一药平常辰光不去办法去看改，搿么落得呢？门角落里遇上太好了咯，实讲话，搿铜钿塞了个太好里向，不落雨也不回去扎个样。对个，你再过来嘛，铜钿往正太好肚里一塞，哎呀，眼睛吹出来，为啥？搿该得搿种采访药。不样么是不得，搿懒虫脱头，非把懒虫脱脱之家，搿是太委屈气。搿么呢？这个在上边浪向，皮头肉子掀开来，往这下头一包，哎呦，不对，搿皮头肉子个茶房边要来收皮头个呀，哎呦，那么真正上次布在，小天们，不铜钿扣杀，玉子铜钿反杀。寻个地方，想来想去，实在没地方子，只好掰一掰海，重新带箱子跟随，箱子打开，衣裳才飞起来嘛，塞了个衣裳底下，哪种副颜色？回过身来，身体什么地方？哎呦，我铜钿发海才给，吃力给，小天嘛，哎呀，现在觉着这样，搿喉咙口有点痒滋滋，有点火辣辣，也是铜钿发海才，让我来喝点水吧。所以没办，哈哈是身体受定，等药走来。送来实讲一句实话，叫夫无双至，祸不单言。你南五财铜钿考核，你晓得你药是唱得今朝一日，还是不用？今朝是唱到最后一场。是喝三母子啊，黄打招呼，四打招呼。啥天呢？随了妖精关头，你就实讲翻半扎根头，哪叫半扎根头？随着搿个人啊，望着门里啪泼出去，搿个名堂叫虎扑。最后呢，那么呢，上周啊，身体实在太坏，妖精关头砰，搿个人泼出去，回分到地上，现在说起来。打空了半当中的辰光，吹海当喉咙口扬起一啊，一口鲜血哗飙出去，当场这个人昏死过去，当跪到台板浪向昏过去。把现在讲起来，台浪向唱戏，搿个属于事故啊，不要急，千万不要急。边浪向喝三母子，搿是李东经验老大，所以妖精对边浪向跳边中嘴巴一划，所以跳边中哇。忙门前过来，搿三母子冲过来，
现在实际上人堆里向，拿搿个水里个河山，哗一把拎起来，不晓得大一把拎起来，方试觉着，搿个人轻得这样一眼，搿个身体几乎摊位哗拎过去，拎到后台时，看人中刚开始汪啦汪啦，海个腿要弄啊！崔海东今朝是发作了，发作了，奔到石岗路了浪，最后连眼睛啪张开来，但是搿个一张一点点没力气，擦重新闭拢。现在说起来，搿口气回过来着，那么和三母子侪问：小王，你晓得你浪浪路大何人卡在？快帮个忙！哗水一挥，几个跳兵工上来嘛，然后搿个河山拖起来。搿个辰光，崔海棠，你身浪向啥个行头？台浪向服饰，一个小兵的服饰，一件马甲，当中第六根有一个字兵，兵。那么第一个上山了啥个？动物大里、地部里大里抄好子，搿个一群人就往成何人卡在哇来着。现在啥个辰光？夜里向近11点钟，山房里向搿种山房已经逼逼人。10倍个商人，就是搿个小囡阿炳，爬辣个巨台浪向已经困着，10上头的搿个门当门推开，小囡一哈一口门，不得了，不里头吐进来个人，就是山房间里向一张脸，搿个面色看得出，哎呀怕人，小囡哎，困蒙头里奔到石岗一来嘛一哈。你也忘记他该打是柴房，汪汪一声，梅姑娘哎，不好了，哪不出事体了？梅班刚刚开心的一些些，汪一声嘛要好个了，妖精过来，门拉开，对外头一口嘛，爸爸，爸爸你怎么了？三母子觉得奇怪，旁奔过来个小姑娘，什么的？这个小姑娘是这个后山个奴，就是你的爸爸？是我的爸爸，但是我爸爸他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们的房间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呢。就在那边，是不是？快！换水一会嘛！搿点人拿出海龙哇，拖到房间里向，摆到床浪，鞋子拖脱边浪向一挥，那个衣裳往成靠背浪向放一放哈，房子搿个房间实在小得一点点，跳变成一个往正房头浪推出去，推到最后一个不最啥人？和三母子，姑娘，你千万别急，你千万别急。我爸爸他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方才你爸爸，他在台上。就一不小心他就摔昏过去了，你千万别急。不过这个气势缓过来了，明天呢你一定得陪他去看医生，他真的不行了，太单薄了，不行了啊！哎呀，和三母子想着，乃是死过样的呀，乃死过样的这跳比虫，关着那看医生落得来个洞地，出来个辰光，良心，立拉着就打地洞地了，袋袋里向水雾挖出来。一把铜锭，那当中为10把铜杯，袋子浪向擦浪一放，这钱拿着你先用啊！要是不够的话，你再来找我。谢谢大叔，请问大叔不用谢，大名？没有，黑山马子。黑大叔，那个小姑娘，那位说啥个小姑娘嘴巴蛮甜，黑大说不得还出来。台上还要唱戏的，我得走了啊！明天记住，一定得陪他看医生啊！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大走了啊！和三母子娘里走，看你最美。没把眼睛过来，拿块水巾干一干，打牙，指骨边浪向个血再烤一烤干，自家上衣浪身体说不定顶来牙只棉裤了浪口。牙身体发汗我晓得，我来早就晓得，但是面色破的石岗门会是第一趟，眼睛闭紧，爸爸。爸爸，你醒醒啊！爸爸，醒醒啊！好狐狸狸，落叶花，听不见为言，我街头。
难伸张，可知下为了分天地，千金堆，女儿爬头露面貌，走路之上喜分长。可知下来着也送你的悠悠去，吃日口袋身健康。可知下来着我也等不去，还家奴随与西方。可知下送金鱼，再不也把父孩走。送金鱼，四季能有新衣裳。送金鱼，再不也拼心，宿命在袋中央。哪知下谁与西大红送天降，弟弟呀口人间，女儿的泪是衣裳，千不能披红妆，救弟弟为了女愧为呀。爸爸，你为了我你就醒醒，爸爸，爸爸，醒醒。或许这是侬的搿个一片小心，侬的惊恐悲伤，随海棠，你的眼睛啪张开来着。但是等到你眼睛张开来，你觉着奇怪，啥天嘛？搿个人哪困辣床浪向，房间里向暗戳戳，一我哪会得辣浪间搭？等再回过去一看，没侬坐辣边浪向，侬辣浪哭。爸爸，快醒醒！没宝，爸爸，你醒了，醒了就好。怎么了？没事，爸爸。您知道吗？刚才您摔晕在台上了，是几位大叔把您送回来的。崔海棠想着，顶顶要紧，顶顶要紧！不像上我试过让你做跳皮虫搿桩事体，你随便哪不能让侬晓得个？我说梅宝，爸爸，菊儿，你不能怪人家，哦，这是爸爸不好，是爸爸自个儿不好。我明白。你不知道，爸爸唱戏呢，就喜欢卖力。那今儿唱的戏呢，
是萧何月下最寒星。你为啥想下来？为啥再寒心了？难道我才不晓得？本来没不敢说臭呢，那现在也讲臭在，为啥？我讲臭子，谁可以拿你送到医院里，还得现在运动里在？爸爸啊，我问你，今儿您唱的什么戏呀？萧何追韩信，追的时候不当心摔了个。您瞧瞧啊，您身上的衣服，衣裳你也看了，对底子子一看嘛，冰。小吴丞相，那个辰光，来了当我真开心啊！那个啥个名当心，好少不雷动啊！你瞧我这记性，哎呀，搞错，这不是叫我，这是大闹天啊！呀，西华大闹天宫，搿两只学生也不咋个种衣裳的，是唐明皇。爸爸，记得崔海棠，过去辰光，你为啥补啥个雷动啊？你怪得10个人呢，对脑子里向混说说，你为补雷动啊？崔海棠晓得，手棒一切一切，手棒头啪往边浪向拔过去，面孔长得羞红羞红。不该相对。巧已经，我拼了性命没保他心之分。侬里哪会晓得？不要说得动武大里弄我送走来，从啥人指话？手帮着我狗儿他。一女之中今儿相别，将我一日片刻内梦问。没把啊，我谋了你女儿，乃是为你好。你跟随我弟弟被记心，我怎啊能够把肺送与你，与你两分到而今道破机归，去是因为我并是高皇命内神，既日死神了却无所惧，我怕只怕娇儿狗带要欺丈人，狗儿我要定做女儿，往后要被当心。最后一档来今朝辣浪台浪向，虽实讲泼出去，你会得鬼昏过去，你自家应该晓得，你错放不得。咁么呢，你就应该趁现在为清醒的当口，你快点，让侬搿个情况，侬自家身体情况，侬理回来，你将碰着啥个事体，你搿个你要当侬要交代清爽。假使你再爱实讲一步，再人把混过去。爸爸有2句话要和你说的。爸爸，您说什么话？就是最后那嘴巴里向了老师，
侬，我有两句闲话要搭你讲，但是搿句闲话讲出去之后，最后两只眼睛盯牢侬辣浪看，看至半半日日，居然一个字分吐出来。上天，难看啊！难看侬搿对眼睛，搿对眼睛晶莹剔透，搿对眼睛里向除得惊恐之外，啥物事侪。崔海棠，你预备搭囡恩说啥？我晓得你预备搭囡恩说，你夜车放不多了，没几日天好活着。崔海棠，你哪敢搭囡恩？你哪敢搭囡恩讲搿种闲话？难道是你真的是鬼混特子？谁说你是风雨的灯芯？най上去，你不想一想，这生死两事要紧随着小女心。你生为死，他已毁了心；你若忘休，他也要赋予命。谁说你对死死生生无所谓？你不想一想，他们母女相逢又在何时？你保庇生将负消息，你为什么为要害被人类去拼性命？你为什么不都是为了女儿好姨娘亲？飞机娘亲你他已无信心，怎样能够深海茫茫把娘心？到那时候你离了生计，要双目睁，倒不是抢夺回忆，接力他啊，要一直即将死里生。来高些辰光，你应该高理理才对啊！你哪可以讲搿种丧气的闲话？不要说啥个崔海棠，崔海棠，你就看得出，你几乎欢喜搿个囡啊！没吧？爸爸，是爸爸不好啊？又和你说谎了，瞒了你有半个月了。其实爸爸不唱少边老生，也不挂二牌，4毛钱一只吊臂钟，不知道闺女能不能原谅爸爸？心里哪边难过？非想不得要讲出这样两句话要啊！我不是不懂啊，你弄得这样一日为啥？为不是为着我嘛？爸爸，您别这么说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爸爸您别难过，我知道您都是为了我，是我得请爸爸原谅呢。那是要美宝原谅爸爸。不，爸爸您得原谅我。什么话？你这个爸爸不中用，你想，直到如今还用了那么多钱，没有帮你找到妈妈。爸爸，没事儿，您放心，明儿开始您不用找，我自个儿去找妈妈。真的，我行的，我
能去找。要是1个月找不到呢？那就找1年。1年还找不到呢？10年就找得到了吧？用不了那么久，用不了。哦，我美宝啊，哎，你方才这话怎么说？我自个儿去找。10年你都啊？当然，我一定会找。你不知道，你这话，爸爸听着觉得提气，这才像我的闺女。记住这话啊！将来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，无论你遇到了什么情况，你都要记住这句话。你一定得有信心找到妈妈啊！搿我面谈不对话，三姑娘托伊做这个。爸爸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囡恩太聪明，太聪明，你马上就过啥个事？没什么意思，爸爸能有什么意思呢？爸爸就等着，就等着这大团圆的那天。那就好，既然你也等团圆那天，爸爸，明儿一早啊，咱们去医院，把你的身体先去看好啊。傻丫头，只有4毛钱，还看什么医生？爸爸。哪止4毛钱？咱们现在有钱了。有钱？哪儿有钱？您瞧，桌子上。这个当甚至囡恩是指过去的地方，一看台子上向，不是铜的，哪来的？刚才送您回来的黑大叔给的。和3母子。哎呀，好人，不晓得今朝是你拿我送到屋里。临走的辰光，我还拨搿点铜钿，美宝，钱不能用，这钱用完了，拿什么去还人家？哎，我知道。你想过吗？我想过，我知道，您放心好了。我知道，爸爸，您真的别急，咱们呀，是真的有钱了呢。真有钱。并不来着，啪，袋袋里向摸出来嘛。哼，爸爸。瞧，虽然搿个房间里向暗戳戳，叫啥囡恩当搿一沓铜钿拿出来，崔海东上又不看见搿种5块钿，上又不看见，只觉着搿个眼睛里啥眼花噜花这样一来。我说美宝啊，哎，爸爸，来拿着。你这钱哪来的啊？毛长毛短，我不能讲讲。这钱呀。哎呀，爸爸，您不知道，50多块钱哪来？您不知道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真是小糊涂了呢。从前在乡下，逢年过节您给我的压岁钱呀，还有平时的零花钱，其实我没用，都攒着呢。今儿忽然想起来的。是吗？都转到今天。是的呀。我和侬拿我的本我一样噻。啥东西今天谁东西要扛到今朝一日，崔海当你是鬼混特个噻。假使你分鬼大搿个一记，你随便人不会相信。为啥？侬啊侬，你一家人家当家人，让人开个柴房里向，你想几户热家，你看是几户热家。你拿搿辰光分享呢？你现在个鬼混特个辰光，你会得拿出3笔铜钿，崔海当糊里糊涂真相信。我说美宝啊，有了这钱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是呢，咱又能活下，咱有了这钱呢，又能活下去了。爸爸，好啊，爸爸，收好了。哎呀，您听着，藏好了。不是藏好了，这钱呢，明儿个是看医生用的啊。哎呀，你不懂事了。怎么啦？我的有看病钱，吃饭的好。谁要得吃给？身体不好。搿饭吃下去泡烧用的？不，爸爸，一定得看医生。不知道，爸爸这身体好的呢。谁说的？你这身体一定得看医生，不行的。哎呀，你别，没，看，不是看到，看不到囡恩眼里怕滚下来嘛？看，够吧？
在翠海塘大便里向已经走定年头，医院里向，哎呀，搿辰光病人啊，我分让你过一个号，手什么拉到实惠，不晓得翠海塘，其实不看么没啥，真的有种毛病，那还是不看么没啥，一看啊，病人啊，门子过来，南5菜子药啊，到这个神济医院也是有名气，坐辣门前个医生年纪蛮轻。但是搿个医生中西2道侪通，3个嘴头拍上来。结果讲搿闲话是拿搿位先生，那拿听我闲话，拿相信我说话呢。所以拿想吃点啥呢？拿是吃点啥？拿想到啥地方去？拿随到啥地方去？不想想。崔海棠一听搿个闲话，回头拿生意。搿么毛病伤到今朝一日，伊背要慢慢清爽。先生来讲，我现在到底搿毛病从到哪能一日来讲？既然拿搿个生病人来发好，搿么医生实话实说，我呢也用不着当你再花言了啥。那搿位先生呢，第3期的肺病，第3期肺病，听众们，把现在讲起是第3期，不稀奇。现在呢，听见非典呢要当心点。第3期肺病了，当初辰光写真也，边浪向能力也懂，能力不懂，但是3搿个数字，中国人的极限之数，3个人马上就意识到第3期肺病不得了，啪，举到地浪向眼泪滚下来，搿个眼泪叫啥？叫雨大梨花。搿个医生说拿起来，见得多了，那快没用上。拿药搿个毛病，不是我不肯医，拿药搿个毛病，反是看好，就送到里向，你也晓得要计划动地，先要付3000块洋钿。听众们，3000块洋钿啥个意思？3000块洋钿就是摆到今朝一日，就是前2年10个辰光呢，我晓得是人民币要40万。那么我个书呢，侪是与时俱进，摆到今朝一日，大概要50万人民币的。那想着觉着崔海棠，你哪拿着这个动地啊？啊，崔海棠，仰天上台啊！人人对浪一方天，而我没搿个一方天。侬拿硬柱子上偷起来，忙子外头偷出去，我说没跑。哭什么呢？哭什么呢？别哭，别听那医生瞎说啊！怎么不要哭？医生说你瞧，我有什么呢？3期肺病肯定很严重。这病在爸爸身上，我最清楚。这肺病要到第8期才不行了呢。不晓得哪不里说出来第8期的了。随后好辰光，嘴巴里向一张一口鲜血都。爸爸，您瞧，还说不要紧，又吐血了。那又怎么样了？这怎么是吐血呢？这是上海人太坏，我拿点颜色给他们瞧瞧。哎呀，爸爸您。崔海棠，现在辰光你看了那南个门前，为啥样生气？回到屋里，砰当丢下去啊！搿个辰光，爷娘2家头已经身临其境，哪可能血气再逢生？要明着